台语点字推广母音。点字基本单位有6个点：第1点、第2点、第3点、第4点、第5点、第6点。先甲这个规则记条条哦。台语的母音也有6个：啊、i、u、a、o。第1点是啊，用的时阵爱加声调。第1调的啊是第1点加第3、第6点。啊、阿母、啊、阿姨。第2调啊，啊是第1点加后壁第2点。啊，囡仔、囡仔。第3调啊是第1点加后壁第3点。第4调是入声啊，是第1点加后壁第2甲第6点。啊，鸭肉、鸭想。第5调啊是第1点加后壁第2、第3点。第7调啊是第1点加后壁第2、第5点。啊，阿好。第8调啊是入声，第1点加后壁第3、第5点。啊，啊，啊是。好，就先安尼，后摆再来继续讲哦。